做甲各位报告讲啊，咱而家迄种啊，咱南部武术的迄种请文啊，做员工大师啊，当然这是其中的一种请法啊，但是关公老师，那么因这么个这个请文叫做5年万年，5年万年啊，那么请文就是基本的工作来的，哦，你这个文啊，请会出来，主要是讲你这么个工作啊，有一定的水准啊，哦，啊，比如讲哦，咱这个武术文。哦，全身武术拳，后面呢做北步头，地方武术拳啊做背部头。哦，那么毕竟哦，咱下咱看这个黄光彦老师，因为这个尊都另外一种请法，哦，不同款的请法，哦，所以这个请法的学问真多哦。